AI 能當導演嗎？2025年 AI 出品嘅電影仲好唔好？你能想象一部完全由 AI 拍攝嘅電影嗎？由劇本撰寫、導演決策到後期剪輯， AI 唔再只係一個工具，而係一個全能創作者。2025年呢類電影會帶嚟革命性嘅視覺體驗，定係會令我哋更加懷念人類導演嘅創造力？隨着人工智能嘅發展，AI 可以分析成功電影嘅元素，自動生成複雜劇本，甚至指導演員嘅表演。透過機器學習技術， AI 可以了解觀眾喜好，預測情緒反應，並創建量身定製嘅電影內容。同時，虛擬製作技術亦令 AI 喺電影拍攝中發揮更大可能性。AI 導演最大嘅優勢係效率，過去需要幾個月先完成嘅作品，而家可能幾日就搞掂。此外， AI 唔需要休息，可以同時產生無數創意。然而，佢真係能夠理解人類深層次嘅情感同藝術價值嗎？ AI 能夠突破公式化創作嗎？呢啲問題仍然有待解答。如果一切順利，2025年我哋可能會見到由 AI 執導嘅票房大片。AI 或許會改變我哋對創造力嘅睇法，由人類獨佔轉向人機協作。觀眾亦將會見證科技同藝術碰撞出嚟嘅未來電影形態。AI 已經改變咗我哋嘅生活，下一步可能會改變我哋嘅娛樂方式。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，AI 執導係技術奇蹟，定係一項不可能完成嘅任務？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獲取更多科技同未來嘅見解，與我哋一齊探索人類與 AI 之間嘅無限可能。